就睇然後運上改良式的創意藍衫，貼下好看的相片。深淺無窮用嘅藍色布料，搭配太鳳花布，強款無窮配色的創意藍衫，展現出無窮用嘅風情，也本人客多出一種新鮮色。嗰隻有兩層嗰啲設計時節，可能對可能咧涼嘅，然後安高有就啲滾邊吼，可能全部最後會用北科做法。那論自家嘅作品，創意藍衫設計者黃志凡，對人客講論創作來源同概念，也限單槍係什麼嘅作嘅，至於誰來作嘅呢？就看到黃志凡拿論筆、幫論圖，對人客討論設計嘅想法。假如講用長嘅花都多呀啦，假如用個做短嘅都多呀啦。好，嗰時候有兩三幅做風嘅時節，我過看亂嚟。黃志凡團結嘅興趣強用嘅客家富人家，向下睇屏東縣林樂陽組成工作室。近年來，一定十萬嘅齒輪同新嘅時裝概念，融入客家傳統嘅衫褲。希望加入創意構思嘅改良式藍衫，做得本行嗰度嘅人上愛做。像亞良無布袋搭配鮮養花布嘅改良式客家衫褲，都係人客貼貼天呢。他們做前進式，幅度咪全部都改過現代，各有流線型的，希望讓自己吃力啊。安尼身材會個修長，傳統同現代嚟結合吧。用安尼傳統文化來做安尼嘅基礎基底，然後以現代感為發展，亂。嗰種人講做，因為做不影響啊。現家嘅客家人差唔多都冇做傳統藍衫嘅，平常時會做改良式藍衫嘅人也冇乜幾多。我最近也見嘅談論客家意識嘅構想，客家團體上表演舞台嘅機會變多嘅，也談論打開嘅創意改良式藍衫嘅市場，甚至意外變作為業者替代嘅訂單來源。原先做了2件，現在是要去印尼雅加達要有演出嘛，所以就再做1件就可以兌換穿。我們要去客家高飛，好，從客家升高，我們男生女生都要重新再做1件。對。傳統嘅藍衫同改良嘅衫褲吼，改良嘅衫褲市場國泰，而家台本嘅沙團同表演團體吼，全部都用改良。每一個團體設計用我哋傳統伎倆來做變化。我現在做這個圍裙。圍裙哦。對啊，這圍裙還蠻好銷的呢。真的哦。這就是整個藍衫的特色都出來了。用裁縫茶歸叔叔嘅茶輪不變呢，係離九鏈。一下整體官員愛做婦權貴手，因為客家人發圖來填呢藍衫粗件衛生裙。本單路要做衫褲嘅10年前都好有機會，加入被創意藍衫嘅製作。自家睇屏東縣女浦鄉創立1點人嘅工作室，我睇6隊地區推廣藍衫文化按多年，曬下本意該深刻地體會到藍衫推廣面臨到嘅限制。創意藍衫嘛，市場有。不過還是有限，大部分係用嚟年來買嘅。大部分是一個那個婦女團體啦，冇是學校愛表演啊，要參加那個客家團體啊，當愛做安尼，平常是過少啦。我所有人認為愛屯藍衫講故事。增加文化嘅精彩度，本行嗰度嘅人有想愛做嘅同理同想法。其實客家唔係講冇故事嘅出口有啦，但是故事冇提整理好嘅發揚。啊，講客家人睇，尤其是衫褲嘅部分，愛個有故事性，本人想去做。事實上，客家人嘅傳統藍衫表現嚟客家人嘅身體對顏色、款式、布料嘅選用。仲可以表現出嚟客家人權傾獨色嘅身體，民族特性對服飾文化當中都看得到。我講客家藍衫嘅故事，就做唔得唔講到睇高雄民農嘅藍衫老店更顯學。嗰衫褲藍衫啊，是清朝的時候留下來嘅，都見已經會西方藍藍安尼
染出来衫裤啊吼，上山下田做细件，衫裤学做看得清楚嘛，哈，看唔清楚咩哈？古仔也佢偏向于一个男。一片睇有81年历史嘅傳統南山巷，比過來比過去，一片講嘅內顯，講出南山都並論嘅客家族群特性，而係民農客家南山國寶級老師傅請進來嘅奶爺請國橋，一團假嘅中風橋，兩個人向下開起傳承南山記憶嘅擔頭，延續嘅南山老店嘅風化。那你过江比古天啊，古天好些那么走的，因为也种那些传统的东西啊，全部沿袭呢，全部安尼冇安尼，古说一个古天冇盐啊，又冇宽，做了个标准啊，个讲啦。傳承國寶級老師傅嘅傳統好手藝。正宗傳統南山老店嘅招牌，見出見見。家己眼見偏紅嘅傳統南山買嘢鬼好，偏但食材係就唔會吃。啊，種傳統嘅一下買嘅人多嚇。多，一到全部萬年前做嘅，我哋點等嗰個白鋪嘅，唔係看誒，全部係用機嘅嚟啊。台北三峽嘅有冇？哦，安只個台北市嘅板橋、花蓮。談論時代嘅變遷，南山是強強嘅消失。看到南山產業嘅記錄，中風橋韓國了解，把論傳承嘅使命之外，還會建議韓國度嘅創意，兼創新研發。你要自己來去變化，會懂得來去那個開創去㗎。做這個也要有頭腦啦，冇一個頭腦啊！嗬，你要變冇練啊。正常講嘅。哎呦，弟弟，一直來安尼創新有誒無誒。我哋咪希望以客家嘅安個傳統服飾文化嘛哈，來設計來改良，安尼個現代化一條南婦嘛哈，不然那個下代子孫啊，見嚟後生嘅然後婦人家啊，拿塊可以作出來，從衫褲度嚟改良嘅衫褲度也可以發現到安尼客家嘅文化安尼。不過南山嘅市場還係有限，就算係加上嘅創意構思嘅改良式南山，聽日常生活度要普遍推廣，其實並唔簡單。衫褲嘅東西啊，服飾設計都fashion design嘅東西哈，常常都是取決於消費者哈，消費者。那每個年代不同的服飾的設計出來哈，兩間消費者會受到西方的新潮的服飾設計影響，選擇自己喜愛包包啊、衣服啊哈，啊佢就是講我了解乜嘅年紀唔喜歡的客家東西。來做南山做很多年了哈，啊有限呐，就是喜歡的人。就是大部分就是那些人啊，年輕人的話，佢哋看看而已啦。你係講很易做嘅衫，冇乜嘅好。今日南山唔但淨係南山嘅世界，係咪前景就會改變咯？嗰所南山本人用作裝飾，本土貼花，本人運用融入各種各樣嘅時尚嘅鮮花商品當中。哎呀，入去台吼，係用寫來嘅衫褲發展出來呀。後包我也叫做種手工大。阿瓊也安尼都係用南山的右大金的概念做的，實用性夠強。你看那個包包也是我們的，很漂亮。對，這個就是藍山嘛，哈，我們的藍山是主軸嘛，哈，那這個是衣襟嘛，它把這個整個的概念就變成一個背包，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就很喜歡，要送給外國人。你看客家的返繡啊，都把藍山那個特徵都要做出來，才有像。29年韓屯南山照比例，所製造本單嘅8股1股。做出迷你嘅南山食品，啊像南山嘢，我做平常做和嗰少年做啊，啊，我做
俺人吼做sản婦嘅，俺冇喺同人做共樣嘅，然後只想講嚇冇喺做細糧嘅，所以在細糧一天5年來做。我車這個有比較粗一點。 这个绳子要是越细的话，打出来的越细越小，这个小个很不好做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整个扣子就出来了。插春变细嘅做工始做唔得夠水，電到工還愛過油。 像巴掌馬安泰嘅精緻色藍衫，本人可能過上愛，唔但搶有牛牛嘅客家味，還過係過上癮嘅精品。而家做冇重量嘅東西吼，人有人買啦。將來做飾品嘅重量啊，而家東西冇同樣冇重量人就會買，嗰貴人買會買，而家做同樣重量嘅吼，嗰便宜咩冇人買。 創造新入商品嘅特殊性含辣，用嚟打開市場行銷出去，增加人數，韓國係現實嘅課題。政府相關部門也加實力명雜，想要增加行銷通路，不過效果嗰種冇乜嘅好。客委會沒有用過啊，縣政府沒有用過，屏科大沒有用過，目前沒有反應。因為吼，人家產婦嘅東西飾品，可以經過一個手去觸摸那種感覺。俺哋都第一個也名單，其實伊個知名度唔拉擺，故所以後輩嘅透過也名路去買嘢都唔多。雖然講也係結果唔係很好，但是有時候有條路也都一個通路，也都係一個俺哋可能嘅宣傳嘅方式。也就入閘，可能喺頭呢邊人其他人個少，佢所以會用天老人個少，管理名路一般都唔曉得啦。 雖然效果唔好，也對客家服飾創作嘅人實唔樣困難。就將藍衫由奶族奶色嘅極愛貼線，堅持能同傳統嘅藍衫做到有時尚嘅感覺，將愛同客家藍衫結合文化創意產業，創造出韓國泰嘅神策，開發出新嘅藍海商機。